好，大家好啦，呢個係2012年嘅 DSE 21條 MC。咁咧就問到咧，以下邊一個咧係即係有可能嘅一啲嘅原因啦，去解釋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individuals。OK， 咁就每個人佢嗰個嘅收入咧都可能唔同，有冇一啲原因可以去解釋點解有啲人收入高啲，有啲人收入低啲咧？咁啊，第一個原因先啦，唔同嘅種族。咁呢一個咧，其實事實上咧，響好多嘅研究啊、資料報告咧都睇得到咧，其實唔同種族嘅人咧嗰個嘅收入咧係有一個嘅分別嘅。OK， 咁就以呢個白種人啦，可能個收入咧就會比較偏高少少啦，而咧可能係一啲叫做即係呢個南亞裔啦，又或者係一啲叫做非洲裔啦嘅人咧，佢嗰個嘅即係收入咧就可能會係偏低少少嘅。咁所以咧呢一個種族咧係一個嘅因素。咁第二啦就係 capital ownership 啦。咁譬如啦，就係呢一個嘅即係有啲人咧，佢本身嗰個嘅資產已經好多噶啦，佢可以透過佢嘅資產咧，就去點啊？就去賺取呢一啲嘅 income 嘅。咁譬如舉例，佢可以去賺呢一個，佢有間屋嘅話，佢可以收租啦，賺到 rent 啦。又或者佢可能有呢一個嘅股票嘅話，佢可能有股息收啦，佢會賺到 dividends 啦，等等啦。OK， 咁所以呢一個咧就會係你本身資產擁有越多咧 ，OK， 你嗰個嘅收入來源就會越多，然後咧你嗰個嘅收入就有機會係會再高過比其他人多啦。咁最後就係 health 啦，咁呢個都係大家可能都理解啦，就係呢個嘅健康咧有機會咧係會影響到我哋嘅 productivity 係咪？Labour productivity， 咁所以咧，當越健康嘅人咧，佢嘅 productivity 就原理上就會係應該越高啦。咁變相咧，其實佢嘅收入亦都應該會係越高。咁所以以上三個都可以解釋點解咧呢一個世界咧係會有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individuals 嘅。